笑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哟，可怜哦。啥物可怜？啥物可怜？我讲皮肤足大，妖魂，嘿，拢是的。拢撩魂。无要紧，我看那头毛。哎呦，啊啦，白头毛足多呢，哎呦，真正老啊啦。你哎这人哪呢？我都无嫌你40岁老妹啊！你讲我40你拜托的要安尼40岁，38尔。38，差不多48。你时阵嘛是足少年的，今摆嘛是吼。来，今摆安那？我大家看下，你笑。来，哎呦喂，拢无聊过。哎呦，哦，拢无，金的。哦。无毛孔呀，还是无要紧啦，咱甲观众朋友共款啦。豆啊变年纪较大淡薄。是啊，但是咱心态，咱爱接受伊嘛。爱接受变老。对，这是这个世界互咱的礼物。城市嘛共款咯。城市愈老愈有趣味，愈多故事愈香。嘿啊，愈老愈有味啊，老城市啊。咱今日要去老城市。是，咱爱去足多故事的老城市。啊，甲咱做伙来说老城市的好朋友呢。应该嘛是老艺人。无，你是冻龄的。冻龄的。吴酸。哦，酸呐，哎呦。大家好，浩子哥1号，大家好。看袂出来是老艺人。是啊。你心机我是出道较早呢。你几岁啊？我今37。哦，你差不多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老灵魂啦。对。系啊，因为拍过足侪戏，啊，足有年代的，我拢感觉我是为迄个年代活较近的感觉。系啊。你上介意的老城市是倒位？应该是大稻埕。我伫遐拍过戏，啊，搁有了解过遐的历史。啊，遐较早都是有真侪做唱片的啊，做电影的人伫遐安尼，我就感觉迄是一个足文化的所在。你应该是嘛是去遐球馆路吧？无啦，就是感觉去遐即摆遐都足侪咖啡厅，啊，足侪文创的店会当踅安尼，啊，足侪观光客会去。趣味的。啊，今仔咧，咱要去佚佗啊！要去老城市，行踅看，有啥物好耍的、好食的，交互咱的矿山介绍导览先生。大家好，我应该是今日专程上少年的迄个矿山啦。啊，今仔日咧，我甲大家讲，歹势吼，啊遐小跳啊大声声，你就会，你迄就客来招啊，你招啊。你安尼你啊这侪2个人咧，哇，你怎敢讲的？对啦，好我讲完啦。我甲大家讲啦，今仔日要介绍的这2个所在呢，真有历史嘛，真有故事哦。啊，这2个所在应该是咱讲是阿祖的阿祖啊，到底是对2个所在呢？咱来看影片。哦，这2个老城市要摇看嘛是对位无？看会出来吗？有庙，无错，新庄就是介侪庙嘛。啊，另外一个有面线的所在，有酷气的迄个所在，你有去过无？有。我看遐嘛好食的物件嘛是真济，水好，所以呢嘛是真水。所以这2个所在呢，就是石碇啊、甲新庄啊。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呢，因拢是足熟悉遐的人哦。我来欢迎第1位导览先生，伊是阮的足背骨的少女，欢迎阮的小红。背骨少女，背骨少女啦！人讲背骨，一定能讲讲少女吧30年前的。哦，30年前的啦。啊，为啥你讲背骨哈？
因为我上细汉就一间讲想要离家出走。啊，因为伫石碇遐大汉的，毋过咧，即马听讲你差不多30年前，就等于石碇遐开始咧开店，开啥物店？文创店，这就是伊做的梅仔的红仔哦，这规个拢是用梅仔做的哦，足歹的，佮穿这泡泡啊，你看，系啊，所以啊，伊每一只红仔拢有一个号码。每一只拢惊有一只尔，伊做好了后，因为唔甘嘛，做足久的，所以咧卖正经拢会带伊去石碇遐，甲翕相，嘿，所以翕的就开始伫石碇遐有真侪人介意这红仔去遐找伊，所以伫石碇遐嘛真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哦。好，请坐。第二位啊，阮拄仔有看到迄影片真侪庙，所以咧，伊是阮的公庙的查某囝小芬老师。老师你好，你好你好，伊是为细汉就是行迄公庙，敢若行家己家厝里的神明厅共款安尼啦，所以咧，伊伫庙街遐大汉的。啊，细汉的时阵啊，就是定定去佚佗，听讲啊，新庄啊遐的庙。足济，他台湾上济，老街遐台湾上济，所以啊，伊就是爱到什么程度咧？伊组一个团，迄个团专门带大家去新庄啊佚佗，嘿，所以今日就互你就好好甲大家导览哦，请坐。哦，你看，哪会遮古锥啦？哪会遮古锥哦？这拢是梅啊，嘿，对，这是梅啊，咱穿的骹内底，啊，这嘛是梅啊，对，啊，这嘛是，嘿，除了话唔是以外，啊，这嘛是梅啊，是，哇，恁哪会想讲要用梅啊来做这个娃娃？其实我以前是伫咧国小，伫咧教新住民妈妈做手工艺，啊，尾仔才发现讲，哦，原来梅啊嘛会当做红仔，啊，佫会使做到遮尔古锥。所以家己就是愈做愈有兴趣，啊，愈做愈多，啊，就安尼转来石碇仔开店。哦，啊，你自细汉你毋就无介意这个石碇仔这个所在？对，因为我我上细汉，我逐工拢伫想讲，我啥物时阵会当大汉，啊，啥物时阵会当离开石碇仔这个所在。对，因为石碇仔一天到日伫雨来啊。哦，对，这湿的，有够湿的。而且佫暗暗。对，所以我细汉足讨厌石碇仔。对啊，可无家己紧大汉。啊，结果你佫转去。对。啊，这就爱差不多为20年前开始讲起，是因为一定无熟悉的人。咦？什么人？敢若怪真恐怖，敢好讲，迄是因为有一个假日，我就是转去厝诶看阮爸爸妈妈，对，结果就是远远听到一群人嘻嘻哈哈，应该是要来石碇仔佚佗诶，所以就行入来路过了后，拄有一阵风吹过来，因为迄阵石碇仔也无啥物店嘛，所以行入路过就看到头前乌暗暗，啊，佫吹到一阵风，就安尼。对，叫一声，啊，就滑头走，敢若飞。因为迄个所在真正足暗的。对。啊，迄条老街叫做不见天街嘛。对。不见天，迄是就是看袂到天。嘿啊，看袂到啊。对。所以因会安尼惊到，迄是正常。对，啊，毋过我就看到因安尼，就感觉敢看到我细汉嘛是安尼啊，走敢若飞。对，所以我就决定讲，我要转来石碇仔做一项代志。嘿，这项代志就是我要改变别人对石碇仔的印象，要互人像我即马爱石碇仔的心态来石碇仔佚佗。感谢迄条感动的。伊细汉就无爱石碇仔这个所在，但是大汉一定都足爱伊的故乡。对，就是上细汉讨厌的味，大汉了你就会感觉讲，迄敢是伫咧咱心内上怀念的，是故乡的，上怀念的故乡的味，对。故乡的味是淡薄仔臭屁。是。但是自细汉，伊就甲这个味做伙大汉。对。足感动的。啊，这边新庄迄庙街，我真正捌去过。是，你捌去过？我捌去过，我记得敢若有。差不多要300年的迄个公庙，对无？是毋是？300年的老街。啊，你是安那？你会带人去踮遐倒啦？嘿，对。阮是迄新庄社区大厦内底一个社团。阮即马11年啊，啊11年前是因为吼新庄街啊300年的历史嘛，啊有一区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的。
这个足有意义的所在。但是迄时阵政府想要甲伊拆掉，起大楼，阮就想讲足可惜的，嘿，唔甘。结果阮就想讲，不只是起大楼这个选项嘛，应该阁会使做足侪物件。所以阮就想讲，安尼应该爱来甲政府来沟通安尼。但是呢，少人来关心这个所在，所以阮就想讲，安尼阮就爱一直带人来熟悉这个所在。所以阮就11年来就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但是迄嘛拆掉啊，大楼嘛起起来啊。嘿，但是我感觉讲，伫这11年的中间，其实改变足侪代志。老家上顶悬的时代人，其实拢嘛会使感受到，阮的文化是足珍贵的。足珍贵，真正足珍贵。迄个时阵我去的时候，我想讲，是安那？伊甲我讲，新庄竟然有300栋呢。那有可能咱咪拢讲1户2、6、3万架，万架敢若比新庄搁较少年，对无？对无？对，等下阮导览的时阵，我会甲你介绍。新庄敢真正是新，还是古庄？连咪咱就知影。所以咱今仔日倒位先开始。阮新庄啊未好啊啦，阮为石店啊先好，欢迎阮的小红老师。翡翠水库92%的水是伫咧阮石店哦。这我唔知呢。伊有一个足古水的名叫做淡定2。你看起来嘛就淡定。哇！其实恁知影，恁行入去不见天街内底，其实是行喺别人的厝内吗？倒位别人的厝内？恁妈妈踮遮煮好了后，爱旁过食，遮有足侪游客。对。旁过来才食。伊旁过不见天街，迄游客拢后壁倒规定，想要倒伊入去客店。对啦。对，伊拢叫是迄是隐藏版的餐厅。当做恁兜餐厅。对。阮为石店啊先好，欢迎阮的小红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店仔来的小芳。今仔日要带大家来介绍我上爱，嘛是我的故乡石店仔。即马就大家对我来。来去。哇！大概我出去若别人介绍讲我是按石店仔来，大家拢唔知影石店仔伫倒位。毋过我若是问你讲，你敢知影深坑仔？知。敢知影平溪？知呢。敢知影白拿？知。你看这三个你拢知对无？毋过你看石店仔一地遮大地，就无人知影伊伫咧倒位。是毋是足奇怪？伫隔壁尔咧。对啊，就是这3区补起来尔。新北市对。嘿。毋过你唔知影石店仔无要紧，你一定爱知影恁啉的水是按倒来的。你知影恁的水按倒来吗？翡翠水库。对，就是翡翠水库，咱来看后一张。对，翡翠水库92%的水是伫咧阮石店仔哦。对，这我唔知呢。唔知吼，你今日就知影。所以因为就翡翠水库的集水区92%的水伫石店仔，所以阮石店仔的山袂使乌白乌，厝嘛袂使乌白起。嘿，所以水对保护区对，所以水对石店仔人来讲足重要的。你看这张图内底，你有感觉拍的中这只足是啥物？酷鱼。对，伊就是酷鱼岛。即马少年人上爱去拍照打卡的所在，你有看过这只酷鱼吗？对，这酷鱼嘴啊，这伊的脚，这伊的尾溜，而且唔那一只呢。对，边啊，搁足侪只对无？细只。嘿，边啊倒边啊，搁有2只，有倒边啊，搁2只细只，迄因囝，咱因查某囝。对。一个花仔只。嘿，无对。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这个酷鱼岛是伫咧白拿，其实毋是哦，伊是伫石店仔。所以嘛，因为这个原因，阮要证明这只酷鱼是石店仔的，所以阮就用这只酷鱼来做阮的吉祥物。对。嘿，伊有一个足古水的名叫做淡定2，我今日嘛有带伊来甲大家见面。你来上大家来。
淡定淡定二，对是安那叫淡定二？你知影石碇仔有淡南古道吗？哦，对所以阮是用淡南古道的淡甲石碇仔的定来结合，叫做淡定二。一看起来嘛就淡定。哇啊，对因为这只淡定二，阮当年的7月拢有办鳄鱼节。哦，这鳄鱼节，阮有连续3个礼拜，就是会办小旅行、甲文创市集，其中有一天会办变装彩街的活动，所以嘛欢迎大家当年7月的时阵会上来报名参加阮的变装彩街，才有阮的影片会当看卖。哎，家人啊啦，足家着。阮本来是干有一只公的哦，就是淡定二这只，去年因为满4岁啊，所以阮某会脱单，所以去年就搁做一只查某的做伴。迄就是不见天街啦，对，就是拢看袂到日没伤头。长是吗？嘿，短啊，短对，所以你当年7月你会当来身躯，就是你身躯只要有鳄鱼的样子，就会使来报名参加。哦，嘿，安尼早几只去都会使啊。这几只哦，这只嘛是会使。好，搁来介绍阮石碇仔老龟。你看，阮石碇仔其实就是一个山城内底的一个小镇，所以你看阮的厝，毋是起的溪边，就是起的山边。对。这条溪对石碇仔的人来讲是足重要的，因为足少人看到讲厝起的溪边溪佫会当遐清气，佫无污染，鱼佫会遐大阵，你来看影片。看这鱼啊，偌大只，对，伊全部拢是原生种哦。足多呢，对啊，比人较济呢。迄鱼仔毋惊人哦。而且水足清的。对，其实阮细汉的时阵，这条溪嘛是阮上重要佚佗的所在。嘿，伊遮的边仔有一个石壁，伊有一个天然的溜滑梯，所以阮细汉就是国小啊，一放学阮就倒去厝的，就甲书包掀的。就规定烧蕉，就跳的这个溪内底去生水，对，生有些夏天，佫会直接伫内底身躯洗好才转去。对，嘿，好，佫来要介绍阮的吊脚楼。嘿，你有看即摆厝会较一支一支这，就是阮即摆厝唯一的地基是吊脚楼。因为为虾米会有这呢？是因为阮起厝的时阵，因为阮起的山壁嘛。为着要互厝变搁较大间，所以阮就甲厝通的溪顶，通的溪顶了后，阮就爱有下骹爱有物件去土的啊，厝较袂倒去。所以这一支一支土的，这就是阮的吊脚楼。嘿，好，过来，好，这就是拄则看大家看到不见天街。其实恁知影，恁行入去不见天街内底，其实是行喺别人的厝内吗？倒位别人厝内？迄毋是大家会使行的哦。对，因为你若是暗大马路过，你敢会看到厝的后壁面。毋知影讲，即摆厝的内底有一个不见天街。对，我细汉时阵，阮的生活的方式就是，阮挖溪这边是厨房，挖山这边是客厅，楼顶是通的。所以阮大概拢爱伫咧厨房煮菜、煮饭，煮完爱甲菜捧过不见天街，去客厅食饭。食完再搁把碗倒摕，搁经过不见天街，再搁去厨房洗碗。嘿，即马这条老街维持这种生活形态，敢剩2间尔。嘿，一间就是阮兜，所以即马阮妈妈有时啊教你，逐暝厨房煮菜之后，对无？伊旁过不见天街，迄游客拢后壁倒规定，想要倒去入去客厅。对，伊拢叫是迄是隐藏版的餐厅。当做恁兜餐厅。对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恁即摆这是厨房。恁妈妈踮遮煮好了后，爱旁过食，遮有足侪游客嘛。对。旁过来才食。嘿。所以你自细汉时阵，你若咧食饭，拢爱互参观的吼。我细汉迄阵也无游客。对。但是即马大汉嘛是有人看恁食饭。对，所以阮妈入去了，拢爱紧甲门关开。大人拢会入来。那会遮古水着？是开放式的开放厝呢。对啊。对，这条老街嘛是。应该是讲台湾上黑暗的老街。真的。你有感觉这张相片内底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吗？特别咯。系啊。那是路顶哦。哈，对，你哪只巧？迄顶是咱路边的迄款的路顶。对。你捌在老街内底看过厝内底点路顶吗？
嘿对呢，对诶。路顶是政府安尼呢吼，对所以政府安尼引导着门卡口安尼，啊安路顶，这对，足奇怪规呢。条街内底迄个所在是内外不分呢，是不是？这是别人的厝内底啊厝内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厝内变成大家会经过的真路。的哪会这奇怪？是毋足特别？嗯对，啊，这嘛是石碇仔上古水，嘛是上特别的所在。嘿，所以有时啊，这条街就是365工拢晒袂着日头，所以有时啊，你若好天经过石碇仔按这排厝溪的另外一边的大马路经过，你会看到晒一排足长足长，大家的衫拢摕去吊的遐。哦，所以你若细汉的时候，你穿的衫、迄制服是毋拢淡淡湿湿？对，我甲你讲，我以前高中上讨厌拜爷。拜一咯。因为拜爷拢毋是拢爱穿制服，穿卡其衣服对无？对，我大概卡其衣服穿咧学校坐喺遐上课的时阵，才拢开始冒烟。你知迄种人体烘干机无？因为伊的衫是淡的，啊身躯是烧的，所以用身躯那个烘干的。所以为什么细汉会背骨？想要住在这种所在？要过即马时代无共啊，我若生喺这个时代，可能就袂背骨。有除湿机。对，因为即马科技发达，啥物拢会，你搁会当蒸地热啊，对啊，搁有除湿机，你又唔惊湿。毛烘衫的。对，啥物拢有，对，啊，细汉迄阵就是无，嘿，好，过来就介绍阮石碇仔的产业，因为水对石碇仔人来讲足重要的，所以阮有足好的水，做出足好食的豆腐，啊，搁足 Q 弹的面线，啊，搁有足天然的麦芽糕。啊，即摆有一个物件无，恁大家要看觅，是啥？青青这长长的等等的豆菜当看家，来，看卖，四季豆。毋是，会当摸看卖，感对，受会当问一下。看觅。您一定知影这个物件，对比仔，啊，有型哦，哎，刘海。芭蕉，刘海是敢若袂歹，就敢若叛逆袂歹。，就不会滚哎，的。不会可笑了。我另外来，你大家一个提示互你一个来，你食看卖，这内底有这个物件，对，先皮看觅哦，这口这口皮的饼，对，口鱼饼，口鱼饼内底有这个物件。对，皮看觅，伊有看卖，哦，够高水的食看觅这个饼，皮看觅，食看觅，内底一粒一粒乌乌的呢？食看卖，胡椒？唔是。胡椒，胡椒。应该是皮，食麻看什么麻味？有麻膏的味吗？有吗？我有恁看伊大的。等等，你有是知啦？哦。巴尼啦，芳草，芳草啊。对，芳草啊，恁一定会足奇怪，为什么芳草会踮咧石碇仔种？因为芳草伊对水的要求足苛刻的。哦。对，啊，因为阮石碇仔是水保之乡嘛，所以阮就是特别注重环保，所以迄个香草用完了后的废料，阮嘛无浪费。像我今日穿的这领衫，就是用香草荚。外地的香草就英国的香草荚的废料来捏的，对，所以伊除了会当捏衫了后，以外嘛会使捏围巾啊、捏帽子啊。啊，即摆阮搁家研发捏布了后，阮搁家做成蜂蜡布。迄个蜂蜡布就是替代咱的保鲜膜，对。所以阮石碇仔就是因为水遮尔重要，所以阮要保护遮的环境，啊嘛希望石碇仔会当做到永续啊，搁环保的概念。对，好。啊，今日听我讲遮尔济，是毋是对石碇仔有搁较好的印象？有咧。对，好，欢迎大家有闲会当来石碇仔佚佗。较早去石碇仔，感觉伊迄条街吼，安尼短短啊，啊一日仔就行完咯。但是今仔日看到即个背骨的少女，自细汉咱咧才无爱即个所在，但是大汉伊就是要踮遐，甲伊的故乡介绍互大家。是缘分吼。缘分呢，嗯有感受到伊对伊故乡石碇仔的爱呢，对无？其实我之前去石碇仔出过外景，啊，迄个麦芽糕我嘛去过，我感觉因遐的人拢对石碇仔有足深的感情，啊，拢为着要转来这个故乡，啊，去遐做一寡代志，系啊，我就感觉。这真正足感动的，因为阮拢是想要为外口行去看世界的啥，啊，毋过因踅一年都会转来厝内底安尼。竟然的爱着迄个湿湿的味，系啊，足足好佚佗的，有闲啊来石碇仔佚佗。是哩。够赞的，刷来哦。
公庙的查某囝准备好啊未？来好哦，啊哦，来阮小混老师有请。认真来去。一行针、二班架、三条条钉。听到诶，地方搞够较老，这个都嘛会使看到，这是咱的行政港，啊，这嘛有一间庙，这是妈祖经。上老迄间迄对间吧？对，陈丽燕加顺风礼，袂使学白青，哦所以爱垫寒帽、穿寒裤。伫咧老境的时候，就有少济行公饼。这是新话。你后尾也从外口咧行成，是伊安尼。对，地藏庵啊，伊有名伫咧倒，就是伫咧找物件、找人、拍官司。敢袂使找男朋友？会使，老白今嘛就去。来阮小混老师有请。认真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增的婉云，我今晚娃娃来带大家来新增踅踅哦。新增应该大家拢真熟悉吧？吼对无？因为阮边就是山林部，啊，搁过去就台北市，啊，阮一个新北市这个倒手边的所在，啊，阮头前有一条溪叫做大汉溪，大家毋知来新增都去倒位？我去学校啊，因为我是辅仁大学。福大哦，行政所以这你算熟悉呢。我拄仔唔敢讲，因为我唔捌去过，我就期待伊介绍。伊拢吼，这4年大学拢伫因男朋友的宿舍。你再讲出来啦，可以啊。对，应该真侪人拢有来过新增，但是足侪人唔知影讲新增有一条老街。哦。而且佫300年，对。啊，这条老街咧，就伫咧咱大汉溪的边吼。吼，阮看后一张，大多有讲着讲，咱台湾是一府二路3万家，对无？但是咱若讲北台湾呢，伊的发展是一行针、2万家、3大条场。大条对，嘿，大条场，对。所以阮其实是新增是北台湾上早发展的市街。有惊到无？有听到地方搞搁较老，比大条场搁较老。你介意大条场？我才第3名尔。你第3名呢？好野人嘛无少哦。嘿对，但是后来因为阮就刷去万家，讲好野人就拢出去啊。对，所以阮新增起来是真久300年前就甲这中国来做这个。贸易对，就足侪人来新增发展。啊，来的时阵，大家人会带做伙嘛。你甲我是同一个做同款生意的，也是讲阮是同一个族群的，阮就会做伙，啊，阮就会起庙。所以这是新增为虾米会遮侪庙？所以这个图嘛会使看到，这是咱的新增港，啊，遮嘛有一间庙，有看无？有看到。对吼。你间是哪间啊？这是妈祖经。上老迄间对，忘掉。所以咱就来看即卖的老街哈。即卖的老街其实就是庙真济，阮老街差不多有2公里长，啊有12间的庙。所以真正是足济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到庙，就一定爱介绍咱上老的庙嘛吼。咱后一张会使看到讲。这就是咱的妈祖经，嘿，啊清朝的时阵，阮的妈祖经的地位足悬的，因为当时的官员拢爱来新增，啊为码头起来，头一个要拜的就是拜码头嘛，就是咱的妈祖。妈祖的这个将军陈丽燕甲顺风礼，恁敢有看到伊甲别的所在有啥物无共？应该敢若有地无啊？嘿，对。阁有穿衫，对吧？是做官，嘿，对，因为呢，阮头拄有讲300年前，阮新增的地位足悬的，啊，所以足侪官员来拜，所以阮迄时阵的妈祖经就叫做天后宫，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大家拢爱见官员嘛，吼，所以爱穿较
正式安尼，袂使啊正式的嘿，袂使学白青，哦所以爱点歌无，唱歌好安尼吼。啊，讲到庙，新庄最有名的，阁有一间庙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吼。阮的一张会使看到，就是咱的地藏庵。啊，阮在地人嘛叫大众庙，大众爷庙，对，大众爷大庙众爷庙。嘿，这间呢上有最有名的，啊，伊有名伫咧倒，就是伫咧找物件、找人、拍官司。找车，找你若车无去，嘿对对对哦，都摆也去，车无去。车无去真的，这上高找车，敢袂使找男朋友？会使嘛，会使。会使，这是个老我今嘛就去。咱这是失踪啊！这种4、5年啊。你若是受委屈，伫咧外口互人欺负，你嘛会使来找大众爷，伊拢会甲你做公道安尼。对，所以呢，伊伫咧这农历5月初2的时阵，是咱大众爷的生日，啊，阮就有这个老景，啊，搁有这个出巡嘛，吼，啊，这个出巡的时阵呢，其实有是咱新庄大拜拜。哦，新庄大拜拜，嘿，新庄大拜拜，啊嘛拜是，阮老一辈嘛会讲是赢5月初2，对，啊有足侪物件会使看，但是有一个足有代表性的物件，就是咱的姜公饼。甘公饼，伫咧新庄，就伫咧老景的时候，拢一定会看到，不管是这七爷八爷啊，还是讲阮新庄的观众秀啊，还是讲这个是阮新庄的营养师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有足侪这个姜公饼会使看到，啊，庙的嘛会准备足侪姜公饼。这无啦，这是新话，这就是这是咧收烂的。无，虽然这是大的吼，但是阮嘛有七爷八爷会知呢，一个一个啊，看到你讲七爷八爷，但外口咧行是，伊会安尼，我食一个啊，伊会安尼。对，啊，若拄着老哦，你讲这个就是啊嘿，，对，这是大地，伊的大地我会细地。嘿，你会使哦啊，这较好分啊，拔起来就会使分恁啊，哦，嘿，互动性很好，来，你的分解。哦，感谢。哦，来哦，这个囡仔有乖无？有哦，来哦，多谢你，多谢阿弥陀佛。感谢，多谢。哇！每一个人拢照顾到，是不是真好食？好食吼，好食。好食，就胖的人，这个台湾的贝果古早时阵的贝果，还是多难哎，真的呢。嘿，对，哦哎，我会使看后一张吼，啊，你哪食我哪介绍。你看恁手的，甲这个无共款对无？这个是有灯音啊，这是伫咧老景的时阵才会看到。啊，所以恁即马无灯音啊，所以恁白白安尼。啊，这写你看写的是文武大众老爷，文武大大众老爷，众老爷是咱大众爷庙的。大众爷庙名号，嘿对，所以咱新庄人拢讲，这是咱新庄食的平安符，嘿，用食平安符。嘿对嘿因为甲互你平安符，你无一定会知的形象对无？所以咱今仔日的无，嘿，今日无，5月来就有啊。5月初2，对。 啊，这是咱过年的时阵，伫咧2、9暝暗时啊，毋是爱团圆嘛，爱食迄团圆饭。啊，食完了后11点，差不多11点的时阵，通常老家的人就会去拜庙。11点早嘛关门啊。无，迄天拢会开到足晚的。啊，因为大家拢会迄时间去拜。啊，因为11点是旧的甲新的。 交接的时阵嘛，所以咱拢会去家顶啊，全部拜一遍。啊，拜一遍，拜12间爱拜真久。我嘛是方便啦，生一年都会当拜12间啊。对啦，嘛是方便啦，拜马拉松呢。嘿，所以拜登去厝差不多1、2点嘛。 1、2点嘛。嘿，1、2点，嘿对。啊，过年了后，阁有一个足重要的日子。 是咱的正月15元宵节，嘿，啊，元宵节，阮所有的庙拢有活动，拢有趣味的活动，啊，阁有足刺客，就是咱关帝庙口的公园，有在放炮台、弄炮台，大家敢有看到迄顶悬有一个十字架，啊，边有一个红色的铁桶，那是
当时有有铁桶铁桶头前有遐，看吗？哦伫看到悬悬的所在。哦，即摆咧变即个马在变的，啊，这个铁桶四面拢有空，嘿，啊，下骹的人伫咧创啥？你会使去边买炮，嘿，啊点到你就会使等入去，啊，你等入去就有礼物，就有奖品。第一个等着，等入去，你若等入去就有啊。有啥物礼物？啊，这个礼物甲伊的关系有关，哦啊，较低较好等嘛，所以可能就是较细的礼物，饼啊，啥物，嘿，啊，较悬的就即嘛有脚踏车啊、电视啥物物件，啊，但是这活动已经8年啊，啊，以前的时阵，听讲就是伫咧老街顶的店家，嘿，你卖啥你就关啥，比如讲你卖金仔，你就关金仔，啊，啊你卖内衫内裤，你就关内衫内裤。较袂金仔较袂好。对啊，今仔可能就一个细细的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好，所以阮头拄啊，为头拄啊听甲即嘛，你就知影讲新庄人甲庙的吼，足有关系的对无？所以咱产业嘛讲甲庙的都足有关的。譬如讲新庄糕啊，阮后一张的相片，格啊，嘿糕啊，新庄糕啊，伫咧民国70年以前，阮有120间以上的做糕啊的店。是梅啊格啊迄种吗？今仔日有拖啊今仔日有出，这是改良过的。这内底敢若有真侪口味嘿哦，，内底呢有的掺水果干，啊有的是巧克力、草莓、抹茶，这种古早味的，对。啊，巧克力耶，这个糕啊，伫咧古早的时阵是拜神的物件。哦，啊，即马剩3间在做，因为即马人较无爱食这个糕啊，安尼大大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即马剩3间，啊，这3间拢有改良过，所以恁食的拢是有改良的。嗯，较好有真侪性呢，真水我，头一摆食到巧克力的，嘿，无奇怪呢，足顺的呢，就袂感觉真奇怪。嘿，足顺的。我要食看巧嘛。克力耶，啊我感觉吼，就算伊有改良，伊嘛有保存讲对较早伊迄个口口感，感对口感嘛是有，啊气味嘛是有保存对对。巧克力豆，巧克力豆，力豆，看嘛，巧克力豆，这是啥物酸这巧克力黄色？的是啥物？应该是有香雷哦蒙，，哦雷蒙哦，有香，袂歹呢。这个雷蒙，你要食看？哎，佫有口感呢，真的这是呢。技术派，好食好食。对。啊，讲到这个糕仔了后咧，阮佫有一个甲庙足有关系的产业，哦，就是伫咧庙内底拢会看到的糕糕。嗯啊，新庄这间糕店嘛已经要8年啊，对。啊，阮新庄所有的庙拢是用伊的糕，啊，因为佫有一个文化馆会使参观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咱新庄真正是甲庙足有关系的嘛，欢迎大家若有时间的时阵，拢会使来新庄行行的。啊，以上就是我的介绍，谢谢。太赞了。丰富。为第一张吼，嗯迄幅图我就感觉足感动的，我就学着讲，我甲即满48岁才学着讲啥物叫拜码头，对无？嘿，第一个知影，对啊，是因为要来迄个时阵大家拢坐船嘛，啊，你到位的时候啊，到位啊平安啊，你紧来拜拜啊，妈祖庙妈祖经就去咧码头，爱拜码头。拢爱保庇啦。拢爱保庇，啊，佫有即个咸公饼。你莫讲，敢若新庄的人食咸公饼，你比如讲大甲嘛，还是倒位遐妈祖庙，伊对啊足侪拢用咱新庄的，对，真的是哦真的无讲你毋知影，拢有供应商票。外口食的拢有可能是新新庄做庄做的的。迄专真的真的，门的就对咱啊。两个所在拢真有料呢，是啊而且啊，阮大家讲啦，因为大家拢知影恁两个足爱食的，所以阮即摆加分茶拢是食的呢，哪奇怪安尼？水哦水对啊，哦，所以咱今仔的加分嘛是食的物件。下行下行，哇！好，哇！你真正足想要赢你啊！龟甲中药包起来，啊，地道搁甲龟包起来，甲幸福包起来。是这内底敢有淡薄迄个气味？对，阮石顶仔豆腐嘛是味啊。哦，这就是恁石顶的气味。对，
石丁仔遮厉害，我只好甲阮的金牌摕来啊。哦嘿，摕完的时阵总会拍金牌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甲做甲亲像金牌的款。哎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加油，咱做伙来去加分啊！啊，下行下行。哇！好，哦，这胖胖的，这是啥物啊？看会出来吗？看，鸡汤，这不是鸡肉呢，这皮无共款呢。是哈，是啥物？我会使甲伊硬起来。会使，伊是规领的哦。规领。嗯，会惊。哦，足重啊，足重。这皮应该是豆皮还是啥物？不是地豆吗？地豆。哦。所以今日带来是阮石丁仔的桂花桂花地豆粿，地豆龟，地豆粿，哦，所以这外口这是地豆啊，内底包几只鸡，嘿几只鸡。对，几只还有粿，含这桂花。哇，对。就顶下哪有桂花？阮石丁仔其实有一个桂花庄哦。哦，是哦。嘿是，早期是因为因甲桂花甲茶掺斗阵，是要互迄个茶较有香气。哦，增加迄个茶香就对。对对对，啊，因为尾啊，迄个头家因兜本来嘛是伫做茶，嗯。啊尾啊，因为茶没落了后，因就是甲即个桂花，因为桂花拢已经种啊嘛，这阵种足济，对，所以无种茶了后，因即马就是甲桂花摕来掺喺因的菜内底。哦。嘿，啊嘛是变做因餐厅的一种特色。哦，轻芳啦。迄种芳味是有芳蜜嘿。的味，佮有水果的味，对对，蜜蜜的，嗯，甜甜的味。够优雅的呢。你讲你若是你要做新娘的时阵有无？啊，伊迄扫啊。刚才下雪这幸福，这幸福的感觉啊！结婚啦！胖啊呢，哇，感觉就好。规拢幸福起来啦。规个头拢是幸福啦啊，还有这哇，赞赞赞！希腊女神希腊女神。希腊女神，西方的西方的，啊会使食袂？这是会使这要安怎食哈？哦，有加刀，咱甲迄个地豆加开。哇，这够重的，差不多两公斤，2公斤，哎呦，哦，轻恩，哇，2公斤。对对对，伊就是规领的地豆，规领地豆啊，甲包起来。包起来。哦，对。这换那功夫菜、手工菜呢？对，你看内底佫看到桂花。有看到我有迄看。多利亚落吼。一点的桂花。对对对，啊，因为桂花是咱秋冬的时阵生产的嘛，所以你冬天若想要进补，就大家就想讲要来石丁仔啉这鼎粿。因为桂花伊会当清气，就是清气。哦，清气补，真的哦。哦。哎呦！哇，我是加开。是安尼。看那哦，哎呦！你先过分啊啦！你真正足想要赢你啊！当然过年的时阵吃呢。对，伊就适合咱即马冬天的时阵进补的时阵来食。看这个画面，感觉安尼足温暖、足福气的呢。哎呦！这这肉拢炖到拢化气啊！我唔知影你了有一个桂花鸡呢，桂花粿。粿，嘿。哎呀，你这爱炖几点钟才有安尼规个化气哈？这电话久唔知呢，毋过听头家讲，这足费功夫的。对啊，你看你看伊的粿巴肚佫有中药。哦，内底有插中药，你看，对对对，你看粿内底有中药。哎呦，粿甲中药包起来啊，地豆佫甲粿包起来。这是恁石定的俄罗斯娃娃。一层搁一层甲幸福包起来。对，所以甲全部的味拢缩在内底。哇！哎，这内底敢有淡薄迄个，敢若淡薄臭花搭的气味。对，对无？石丁仔的味，阮石丁仔豆腐嘛是臭花搭味啊。哦哟，豆对吧奶豆腐？拢是。对。这就是恁石丁仔的气味。对。嗨，
是安尼。因为石碇仔足侪餐厅因拢会用柴烧，像白白糕伊嘛是用柴烧，所以就是拢有迄种落柴烧的味，嘿。因为平常时拢湿湿，对，啊看到会特别介意安尼，搁加烧挂叫就柴烧的气味，才会大味。烧茶，哇，安尼我会记你啊啦，哇，好食好食，哇，赞赞赞！来哦，咱先装这边，你看，金牌的啦。石碇仔遮厉害，我只好甲阮的金牌摕来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古早人伫咧下元的时阵，拢会拍金牌嘛。啊，对，这我若看唔对，这应该是饼吧？你讲这是金牌？对，迄头家呢就做大心呢吼，就想讲啊有人想要拍金牌，但是无钱，所以就甲王来酥做甲亲像金牌款，这是王来酥，所以就讲有钱拍金牌，无钱买王来。所以今仔就送大家金牌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耶嘿！金牌，有够肥呢，会使食看卖，这嘛是唔捌看过王来酥安尼遮肥安尼啦，系啊。是土王来，土王来就是有古早味，嘿，迄口感甲外口的一般的王来酥无共。无啥共款。我进前哦，我出外景的时阵，头家甲我讲，内底唔若干那土王来，有当归，啊，还有金钻凤梨。哎，对。你若干那土王来，可能先过酸，嘿，啊，土王来伊有迄个纤维，啊，迄个金钻伊有迄个甜味，并且吼。即个超过100年的老店，我迄天去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个阿嬷，伊踮迄个担头前，啊踮遐拣遐个糕啊，啊拣只王来酥，拣遐个饼类的时候，我讲哇，伊咧找伊细汉时阵的气味，对，伫迄个老家内底，对，所以这个老店爱继续安尼甲传承落，爱宣传啦，爱甲宣传，啊大家斗支持，来食金牌，互你钓金牌，你讲好唔好？赞哦！出去一个，你把手夹摕出来哈。爱去投票，哎喏，爱去投票哦。比较温暖的时阵，就爱去投票，为拢刺激。来，要不要安投啦？到底谁会赢？咱进2、3。因为你来吼，我感觉恁故乡的气味完全都无共啊，迄个淡淡湿湿的味吼，变成有淡薄臭火大的味，对无？这真正恁会袂记哩呢，一直记的呢，这味啊。啊，还有上好的人情味，啊，还有恁兜灶骹的味，大家说恁兜人去灶骹，哦，你这样那袂无这个阮咧食呢，对无？就好耍。啊，还有感谢你来，阮知新庄是300年前上届新的迄个庄头，但是经过300年是上届有古味的庄头，哎，上届古的新庄，够赞。哎呦，咱两个所在拢爱去佚佗去行行啦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多谢你的参与哦！啊，海海导览先生需要你的趣味的故事，你若是有故事，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给大家听哦。啊，咱的节目拢伫短短第2台的 YT 频道会使看到哦。海海导览先生，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